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“用马北伫将军条”。将军条是在讲官府厅堂头前两边的大石条，一只勇壮的马互北伫将军条，记载伊外口走嘛无较蛇。这句俗语意思是讲，一个有才情的人拄到歹境遇，互伊无法度发挥才能。比如讲，一个去科技公司引头路，因的是主管的货，毋过公司却安排伊去仓库做点货的。讲起来，毋是咱看这无，实在是公司有影屈死人才。莫怪这间公司当请无人，咱替伊开坦一只勇马，煞北伫将军条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